第二章，我愿意恁知影，我为恁甲老弟家人，佮一切无甲我本身见面的人，是何等会尽心出力，是爱因的心得到安慰，因为疼心互相联络，直到方方足足伫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互因真正知影上帝的奥秘，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、知识，拢伫伊内面藏着。我讲这个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恁。我的身躯虽然甲恁相离，心却甲恁相隔伫咧。看见恁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啦。恁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，就着遵趁伊来行，伫伊内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拄拄亲像恁所领受的教示，感谢的心也搁较加添。恁着谨慎，惊了有人用伊的理学甲虚空懒散的话，无照着基督，就是照人间的遗传，甲世上的小恶，就将恁掠去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拢有形有体，徛起伫基督内面。恁也伫伊内面，也得到丰盛。伊是逐款执政掌权的元首。恁伫伊内面，也受了毋是人的手所行的割礼，就是基督，互恁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。恁既然受洗，甲伊三甲埋葬，也就伫遮。甲伊三甲各活，拢因为信迄个互伊对死来各活上帝的功用。恁从前伫过犯甲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啦，上帝赦免恁一切的过犯，就互恁甲基督三甲活过来，佮抹了律例上所写的攻击阮有碍伫咱的字句，将伊摕去，钉伫十字架顶。既然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掠来，明显互众人看，就倚靠十字架夸胜。所以无论伫临食上，还是做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拢毋通互人论断恁。这个原是后世的影，迄形体却是基督。毋通互人因着故意谦虚甲敬拜天使，就抢去恁的奖赏。这等人旧年伫所看过，随着家己的欲心，无缘故的自高自大，无持定元首。全身既然靠着伊群集得到互相联络，就因为上帝大能得到忠贞。恁若是甲基督同死，脱离世上的小恶，为什么犹原亲像伫世俗中活着，服从迄个袂通踢、袂通刺、袂通摸这一类的规条呢？这拢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示的。讲到这一切，拄拄用的时，就拢败坏了。这一规条，互人空空有智慧的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歹款待家己的身躯，其实伫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